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思涵，欢迎再次收看《厨娘香 Q 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陈瑞昌陈老师，非常的年轻，可是呢也有非常丰富的这个厨艺的这个经验，还有教学的经验啊。我们先欢迎瑞昌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客家的这个咸汤圆哦，我们今天用这个糯米粉，好，还有这个五花肉，是，对，还有一些辛香爆香料哦。香菇丝、虾米、五花肉、葱段跟红葱头，还有韭菜跟芹菜。好，那这个我们先把这个糯米面团哦，先这个调制一下它大约200克的糯米粉，好，160克的水。哦，快要1比1了啦，但是有时候跟那个气候也有一些关系哦，所以我们这个水呢，我们先调火，然后呢调火到就是说那种应该是就像我们一般讲说耳垂的软度吗？对，就是以不沾手为原则了。就是也要所谓的3光吗？对。好，这个糯米团呢，我们把它差不多可以了哈。对，好，也不太粘手了。不太粘手的时候，我们先放旁边来做这个馅料。OK。那这个五花肉呢，我们可以叫这个摊贩啊，帮你这个用机器这个2次搅动。哦。这个比较细啦。是。那这个原则上啊，这个比例大约是8的瘦肉，2的油。哦 ，OK。对，不要太油了哦，这样会包的时候不容易。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炸过的油葱酥，少许的这个胡椒粉、盐，好，这样就可以了。好，这个绞肉呢，我们把它搅拌至这个有粘性之后，哇，粘性出来喽。是。有粘性之后，就可以做成我们这个馅料了哦。这个糯米团哦，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做一个包的动作哦。好，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瑞昌要怎么样把它包成三角形。我们一般都是包圆的嘛，不管里面包芝麻包肉哦，但是呢，它包得很可爱。好，我们先取一个糯米团。那糯米团今天我们不烫过，原因是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么 Q 啦。哦。对。好，这个馅料放在中间之后，是，然后这个虎口地方把它压进来，这只食指把它推进来，是。好，那我馅料跑出来再稍微压一下，是。这个是呢，原本老师呢已经包好的了哈，所以我们现在就等着要下锅喽，对不对？对。好，现在老师呢要来准备呢爆香我们客家三角汤圆的这个整个爆香的动作哈。那这个爆香的动作哦非常重要，因为它这个整个是这个汤底的一个味道哦。对呀，所以不一定要有高汤，对不对？是。好，那我们这个爆香呢，我们油不要加的多，我们用这个猪油的香。哦，把它弄成像地油泡啊。对对。哦，我最喜欢了。这炸完哦，它有一个香气的。对，然后呢，炸完的这个渣哦，不要丢哦，它可以炒成另外一道菜呢。对，那个如果加这个豆豉，对，辣椒，好好吃哦，辣椒，对对对。那这个猪油出油的非常多哦，是，那我们油分不要这么多，是，我们把它沥掉一点点。那这个猪油哦，低油泡啊，这个猪油渣哦，我们已经煸的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就来爆香哦。这个红葱头哦，红葱头，虾米，我们的开洋，对，然后香菇丝，哇，好台哦。是的，我们的葱白，好，最后再配一点我们这个肉丝啊，因为是。汤还是没有肉，所以刚刚我们瑞昌说，我们不需要用这个高汤，我们就是用一些肉丝，好，那带一点也要有一点油花的哈。哇，好吃哎！好，这个
食材哦，差不多炒到金黄色左右哈。好香哦，我好爱这味哦，老师，就是有香菇，对不对？有太阳，啊，个地油泼啊。对，那会让这个香气再浓郁一点，还有这个，到时候我们这个成品的颜色哦，是更好吃之外哦，我们加一点酱油。哇，酱一下去哈。但是不要加太多，我们不是要整个汤哦，垮给它那个红烧汤哦，没有哦。好，这时候我们加入这个水哦。水滚之后，我们就下这个汤圆。老师下去之后要和一下嘛，不然它会不会掉底啊？会哦，会哈。这个一下锅的时候，我们先触碰这个底部，因为它比较重哦，有时候那个会沉到那个底下去。对，要先跟这个水做一个隔绝啊，底部了。等它浮起来就可以了吗？对，浮起来就大约是手了。啊，浮起来了。这个汤圆哦，浮起来就大概快要熟成了啦。那我们再约莫给它煮个1分钟。我们先把这个汤先把它准备好。是。那起锅的时候呢，我们加这个菇彩哦，哇，也是很客家风味。客家风味就是会加一点这个韭菜，就像有些时候我们在煮这个蚵仔煎的时候，也会把里面的那个材料里面加韭菜。芹菜哦。啊，台湾的芹菜也是真的是爆表的香。对。所以我们也吃很多的纤维哦。是。再来就是我最爱的茼蒿。对。就在世界各地好像没有茼蒿有吗？好像很少看到，有看到，在美国好像有看到。美国它可能就是加拿大，因为茼蒿都是天气要比较冷的时候，像我们平常很夏天的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一个菜的哦。是的，好，这个汤哦已经好了哦，我先把这个汤圆先捞起来，不然会煮得太烂了哦。好，我们先沥一下，先放那个汤 ，OK， 再放汤。好。然后这个汤哦。高汤底已经完成了，我们把它加到这个汤碗里来。然后我们再放这个汤圆下来。哇，老师这个包这个三角汤圆的功夫真的很好哦，每一颗这个馅料呢都没有呢分离，他们都还是哦，真的是你侬我侬哦，大家都这样子紧靠着。好，这个客家汤圆哦就完成了。OK。